车是咧讲姻亲的关系，主是咧讲血亲的关系。车伊是咧讲感情，伊的重点姻亲的感情建立感情，姻亲建立感情，亲子建立亲情。这感情和亲情哪一个是莫名其妙？咱有感觉无？咱当时你甲送结婚，敢有先讲嫁了，我变，以后要嫁这个，嫁这个，人后变，这个上好，这个上来才办。我一定要嫁这个，敢有是嫁了啦？你有嫁了好？生下来是就嫁了好，讲我已经嫁了啊，我要嫁3个小3个，嫁了无？无啊吼。拢迄个向来，就变成到底就是你情我愿，对不对？你情我愿，安尼迄个感觉就算袂歹，来产生互相之间的一种的爱慕，来产生一种的情。所以因此流露伊感情，毋过是来自无共款的环境，无共款的思想，无共款的教育，这种无共款哦。所有作者基础拢无共款，毋过用要来甲咱斗阵，安尼敢无道理？因来的莫名其妙，所以咧相处嘛，有当时也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咧，所以有理说不清嘛，敢是安尼？所以我当中咧讲你是做歹讲咧，因来底有事，毋过咱的场合爱无？爱接合无？嘛会斗阵敢是？所以囝的关系来属于血亲，血亲叫做亲情嘛，有血脉的关系啦，叫做爸囝啥？爸囝姑丈那边对嘛爸囝姑丈，姑丈敢会敬情，对嘛所以伊话咱生着嘛，伊嘛莫名其妙，咱嘛莫名其妙对，敢是安尼？所以传起来莫名其妙，生出来嘛莫名其妙。安尼是用力来处理，敢有在处理？用力来处理，敢有在处理？很难处理的所以恁内底恁来都是无好处理，而且佫会无简单的，认真啊想。所以人讲爸囝敢是相欠者，对不对？某囝嘛是相欠者嘛这物件内底拢伫迄内底有情缘，有情的缘伫内底，所以互相之间来得莫名其妙。若安尼咧相处来过程内底会莫名其妙毋过你爱学无？爱学嘛，拢无芳爱学拢无芳所以个生主就是虽然莫名其妙，你嘛爱学，因为带着生着敢会负责？毋过要对伊负责，敢会咱要对别人负责，敢会有条件？爱无？咱要教育别人，敢会有条件？爱无？头前就是咧讲条件。头前咧讲譬如行管必自理，譬如定歌必自理，就是咧讲条件，就是要教人会晓的条件安尼嘛伊无家庭就听你都要叫送经理，家庭都叫家庭的学生你看要叫送的学生，是对嘛所以你内底建议咱本书，咱讲有些会定咧讲对家庭是消费大家有家庭开始。项目互我嘛是家庭开始，你厝里的家庭的观念的项目互我，咱伫恁内底咱无法度来得莫名其妙，毋过迄内底拢有阴影，拢有味道，拢有情缘，拢有情缘伫内底。你看我挂袂离看我挂是挂袂离毋过咱伫恁内底爱有条件所以咱爱负责爱对爱负责，因为这是咱过去做落来的。过去做落来的各一件事，若安尼敢会负责？毋过你要负责，爱有条件先爱自我负责，较会当对因的负责，咱对伊个负责呢？所以要负责爱条件，毋是讲我等于我负责，要有啥负责？咱平来讲，我负责，要有啥负责？你有啥物物件通负责？迄个条件嘛
吼。所以你内底甲做人讲咯，鼓就是吹动、踢动、鼓励吼，琴声就是家己重点声律，鼓就是吹动，鼓动爱鼓。就是讲今仔日鼓的原因就是嘛，就是互咱心爱啦，咱心爱的间，佮任何环境、任何逆境、任何家庭种种的无圆满当中，咱拢爱嘛，爱有迄种鼓，就是嘛，有迄种动力，不能冷漠，别人讲我放弃，咱有做这事呢，咱通袂讲，咱通袂讲呢，有做这事安尼，讲到尾啊，叫伊来收就收到尾啊，讲到尾啊，袂晓讲放弃好啦，实在伊啊，有闲就对啦，安那无闲。我嘛该讲的拢讲了嘛，安尼哦，冷漠了来当中，你会主动吗？你会波动吗？你会适合吗？所以冷漠、冷漠比赛，冷漠比争议较可怕，较可怕。咱听咧讲啊。我是来在要甲你练，练甲互你起心动念。我若唔练，你惨你，而是安尼讲一句话咧。你是练你较严重，还无练你较严重？无练你较严重嘛吼，对，无练你就地到我放弃啊嘛。所以你内底，咱人内底当中，咱不管是家庭的环境外内底哦，无论拄着啥物种种，真正。你内底当中，互你受伤意，互你莫名其妙，互你感觉讲，咱太会感觉遮尔好，伊拢感受着，咱已经讲到安尼会当讲已经讲欠一个几年呢，会安尼咧？结果咱嘛是敢若讲遮咱袂分析，我讲的拢听无，还拢死无杀力，有无？迄个莫名其妙啦。毋过咱袂当放弃，会当忍咧。心爱这个爱啦，心若无这就是伊啦。所以冷漠是最可怕的啦，杀伤力啦。所以绝对袂使冷漠，所以绝对袂使冷漠，所以袂使冷漠的过程当中，袂使冷漠的过程当中咯。袂使冷漠的过程当中，迄就敢若讲，咱来教育啥？要有互助来。所以阿爸母也是爸仔囝，一定安怎？就敢若讲，迄个是个国乐团款，咱有迄个国乐嘛吼，会弹琴的啦，会讲鼓的啦吼，会拍落的啦吼，对无？所以有足侪乐器，毋过迄个乐器当中吼，互咱听了会顺啊，会感觉足好听，伊的重点是。伊的重点是对，伊的好，大家拢照着好行，会该讲好咧讲咧，讲好咧讲咧，有该讲咧，安尼有安尼无？会啦，安听了会对无？会嘛吼，所以咱内底人讲最重要，大家拢有好咯，歹好，你明理的人袂使唔好，真正明理的人。会使唔好，伊唔讲你明理的人爱安怎？我该插讲的，我爱讲的，该讲我爱讲我，因为我是明理的。明理的人个心个灵是安那迄种吹啊，对不对？但是你是无明理的人，你听袂听？无明理的人，你也无要讲啊，当然，一点仔同意嘛无啊？安尼话。有好的机会吗？有成绩吗？无呢。所以你内底亲子母和囝，你内底大家要教咱合作、无间合作，因为业余就是规则的，咱这个建筑其他的，那是规则。那伊有个规则无？安尼有规则，有无？咱用好听，我嘛说天作之
爱经营，爱顾，爱水位，爱照咱的本分甲公道。所以呢，就是刚刚讲教啊的，大家平常是，就是以情养情。某件事情，讲了所头咧讲是感情行情，哎呀咧，有啊咧某件是讲哎呀吼，某是感情，囝是亲情啊吼，对咯，所以就是讲讲感情，讲情，所以像咧重点唔是。